大家好，我係張俊耀老師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個詞語，叫做錯字。錯字其實可以有好多意思嘅。假如你俾男朋友話你有公主病，又俾佢飛咗，你會錯住套戲。又或者你會唔會長期都夢想有一位有錯樣兼有好多錢嘅男朋友呢？嗱，無論你有好多煩惱，又或者你有好多夢想，你可以嚟 iTunes download 呢個易經智慧錦囊，錯出你嘅智慧，錯出你嘅未來，錯出你嘅夢想，買俾你 download 易經智慧錦囊。